夜晚收工返到屋企，我望住瞓晒覺嘅兩個細路，心入面其實好矛盾。我係醫生，我想留喺香港，病人團隊呢份責任我真係放唔低，但做父母又會諗下一代嘅教育、生活、身份、選擇權。阿 Don 到底有冇可能兩邊都唔放棄？有啊，紐西蘭嘅 AIP 簽證咧，可能就係你嘅答案。呢一種投資移民可以做到移民不移居。AIP 嘅投資年期咧，最短只係3年嘅啫，而且喺呢3年入邊，只要主申請人住滿21日就可以滿足到居住要求啦。其餘嘅時間你咪可以留翻喺香港繼續工作咯。而你嘅屋企人咧都可以先行部署，睇下適唔適合紐西蘭嘅當地生活，或者喺當地入學，然之後再按佢哋嘅需求決定搬唔搬過去嘅。嚟緊，我哋 AI Migration Group 將會開放 Richard Wong 律師1對1免費諮詢，按你背景分析澳洲同紐西蘭嘅簽證路線、合規風險，幫你準確把握移民機會。香港3月11日及15日，台灣3月12日台北、13日桃園，名額有限，掃 QR Code 預約揀你適合時段諮詢啦。